来这件乡亲啊，无讲可能咱拢唔知影，迄个高速公路顶的休困站，也就是国道服务区，这停车上久敢若会当停4点钟哦。即摆有真侪民众会约伫个高速公路顶的这个休困站，就甲车转伫迄个所在，做伙出去游览佚佗。有时阵这个车一个转，就讲转2、3天、3、4天，讲安尼袂使哩哦。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最近是加强咧处理，除了会开单，这车甚至会去用拖去。保全人员伫巡逻伫停车场，一直记录车祸甲停的时间。这是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，有乡亲小少出去佚佗，将车停伫遮。因故你敢知影讲，若停车超过4点钟，就互人开罚单。当然是不便啦，毋过伊都安尼规定，你嘛无法度啊。4小时以内就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因为下来通常不会待到4小时啦。依照高速公路以及快速公路交通管理规则，加上服务区的管理单位，要维护其他用路人停车的权益，国道的员警会针对时常占用车位，而且已经超过时间的车辆开罚单。遗失、脱掉以及保管，并依规定处以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。国道7队4月份伫南投服务区已经开5张罚单出去啊，不过有乡亲有真侪疑问，包括讲热门的休息站、清水服务区有未少人会来遮观光，当然会将车停伫遮，敢讲嘛袂当超过4点钟，也是讲驾驶伤忝，落来服务区休困一个敢嘛袂使。警方提醒讲，只要有接到民众检举长期占用影响停车位的流通，就会开罚单。有停车超过4个小时的车辆，警方将前往依法治单举发。警方表示讲，国道服务区是要予用路人暂时休困用的，并不是会使长期免费停车的停车场。若是要爬山、游览，还是招团出去佚佗，停车超过时间，对方开罚单。若果因为予人拖吊者，还阁加付2400块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